歡迎收睇新聞緊批，我係鍾普敏。因為等埋首富，上個星期二晚，學生衝入會場抗議，包圍校委並且對峙觸發罵戰。本來大家嘅視線都放喺點解選副校要等埋首席副校長呢一個唔尋常做法，但因為盧寵茂突然跌一跌，令到大家嘅注意力都放晒喺佢身上。受傷嘅盧寵茂連日馬不停蹄見傳媒接受訪問。佢前日又表態，指責在場嘅醫生校友冇幫手叫人開路，係忘記救人天職。佢一念憂國憂民，擔心衝擊文化會蔓延到醫院、法院，又擔心有人抬棺材去到醫院追擊醫護人員。佢更指政治令到部分香港人瘋狂。佢每日都有新言論，真係越戰越勇。立法會議員鍾樹根都有加入戰圈。佢話學生講粗口問候人哋，分分鐘會被告普通襲擊。不過根據侵害人身罪條例第40條，觸犯襲擊罪係當纏擾者蓄意或者魯莽地作出一啲行為，令到受害人擔心會即時受到非法武力對待。不過如果纏擾者只係作出威嚇性舉動或者發表相關嘅言辭，如果冇涉及即時暴力，就唔算係襲擊。鍾樹根，你抽水都要抽準啲㗎，冇根冇據又喺度危言聳聽。平時講句嘢都講到亂晒龍，依家仲學人講法律啊？定係佢偉大到想犧牲自己轉移視線呢？校委之一麥家軒當日都有被圍堵，佢嘅丈夫係前中大校長劉遵義，佢有撰文形容學生係被寵壞嘅小混蛋們，係應該接受懲罰坐監。大家理解佢係護妻情切，但係點解可以自以為係法官未審先判呢？此言實在係有失一名教育家嘅身份。等埋首富一事，我只係見到一班社會精英當學生係敵人，不斷向佢哋嘅弱點發動攻擊，但係就見唔到要解決問題嘅決心同埋包容心，真係令人心淡。今日講到呢一度，拜拜。